对公司台语台的一出期待江丁秋。台语电视台伫证人3邀请4拜托的呼唤中，总算有一时光线写入来，互咱淡薄仔期待甲望，都按算要伫今年的7月开台播出。哪知台语台开播的广告，刷出2个台语文的杀手，真正是请鬼摕药单。一个一世人毋捌睇台语文讲过的好话，一个毋捌用台语文写过文章，讲的招是迄会光子的北京话，尽一切能力咧骗想台语文，请即种人来做台语台的看板，互咱对公司台语台主事者的思维心惊胆吓，咱真惊伤期待会去拄着伤害。安尼，就枉费一人的拍拼甲付出。用2个台语文的杀手做台语台开台的广告，但愿这是无心的过错。望因会当慢慢调整脚步，会使愈行愈知。所以，咱伫遮就要提几项建议，希望台语台会当怎样搁较上脚。符合大家的要求，莫像即摆现有电视台的台语节目安尼，台不台，华不华，颠倒损害台语的吹点。现此时，咱就提几个台语节目的通病，勉励公司台语台，日后毋通搁犯即种错误。大声讲到台语电视台的台语新闻。绝对是100%用台语来发声，袂使干那主播用台语，采访现场的记者煞是用华语，这种不伦不类的现象，咱台语新闻一定爱去避免。所以换讲台语节目，即阵有真济电视台有台语节目，一般的对话拢是用台语，毋过若拄着较困难、较少用的语词，随转换做华语，安尼台语的语词会愈来愈少，一般人嘛学袂到水的台语词，无形中阻碍台语的进展。过来讲到台语演员，因为真济少年演员未晓讲台语，煞用配音的方式来发声，互咱叫是咧看日本戏，也是韩国出，这会伤害讲台语的人才。对台语的吹杀无帮助。针对即阵的台语节目，有一个欠点，因为因拢是民间的电视台，是咧做生意，会省将省。咱是公司台语台，开国家的预算，绝对爱做好好。相信其他的电视台嘛，真紧都会对起来，产生良性的竞争。安尼对吹电台语会愈来愈正面。